煮好的皮带面放到脸盆大的碗里，再摆进超大的牛肋排。这样还没完，卤好的牛尾、生牛肉片将碗面铺满满，最后撒上一把葱花，这样就能准备上桌啦。挑战开始前，先上秤量量，将近13公斤的重量已经够吓人，最后还要加满热汤。重达15公斤的超浮夸牛霸王面，就是大胃网红泡芙饿了吗这次所要挑战的目标。你是第一个敢出来挑战的，对啊。有策略吗？我觉得我会先吃肉，因为肉放久了也会变硬，然后加上肉可能先吃，口感会比较嫩。再来就是吃面，但是面会吸水，所以其实进到胃里之后，如果再慢慢喝剩下的5公升的汤，应该还是会膨胀。许多民众看到一个小女生敢挑战分量如此夸张的牛肉面，纷纷竖起拇指表达佩服。之前有跟一群朋友来吃过，大概是5、6个人左右，对，然后1个女生，然后5个男生，那我们也是挑战这个15公斤的那个巨无霸的那个牛肉面，对。那6个人还是挑战不了，吃不完，很认真在吃，还是吃不完。我很喜欢吃牛肉，但是没有吃过这么多。这么多吃不完。对，吃不完。虽然最后泡芙饿了没能在1小时内挑战成功，不过还是在1小时40分左右把15公斤的牛霸王面全部吃完，实力实在惊人。红品牛肉老板张世宏表示，只要挑战成功就能获得5800元，不过失败的话，这碗价钱5800的牛肉面就要自己掏腰包。想挑战的民众还是得评估看看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